台湾好行就是响应集团为游客专门设计公车旅游，其中伫台南的路线已经有4条，包括88虎城顺惠线、99安平台江线，以及今年度新增加的东山嘉义线、甲梅岭线。为了迎接秋天，对10月到12月，依照无共人客需求，将推出8段主题游艇，有16张厝。其中每天嘛提醒大家9月25开始来赶紧报名，体验台南无同的生活，因为只限量360个名额。能够把观光跟农特产品结合在一起，让你这个看的饱览风光之余，也是这个身上提袋满满。我想这个一定是让你收获满满的这个游程，也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4线旅游。不过名额唯一的缺点，名额有限。台湾好行除了为游客设计专属的游艇，同时今年在活动当中，台南嘛邀请设计总统就职纪念邮票的设计师郑新辉推出4种纪念印仔，希望加添在台湾好行的趣味。分别把这4条路线的特色都画上来。那以88府城巡回线的它是以府城古迹为主，像你可以看到这个赤坎楼在上面。那99安平台江线，它是以黑面琵鹭的生态的意象为主。台湾好行嘛，因为家己美食加农业体验，副局长推荐旅游在公车较省，顺续慢营运，而且买套票可当抽奖送好礼。相关的资讯会当锁定台南旅游网。台南新闻管制采访报道。